新蒲崗有一間粉麵研究所，主打多款特色濃湯。今日就一齊去進行濃湯實驗。究極金湯發達魚肚鳳凰城米線，雞湯唔止濃郁鮮甜，仲有少少膠質感，雞件嫩滑唔柴，魚肚鎖住湯汁，軟滑有彈性，米線都好索湯。中意食海鮮嘅話，一定要試海龍王湯底，濃厚蝦鮮味配搭炸軟殼蟹、炸花枝丸同埋蝦米，整體配搭夠晒豐富。食麵又點少得辣呢？酸辣小鍋金湯入口嗰下帶少少辣，又唔會太搶，酸得嚟好順口，每一啖都好過癮。一上台就俾嗰陣花雕藥膳味吸引住，飲落仲帶有甜香，幾有驚喜。最特別嘅係可以揀淮山麵，想食得健康啲都冇問題。小食方面，最中意呢個哈哈金磚多士，超酥脆，食完絕對會上 encore。鮮蝦雲吞炸蛋都好香口，餡料彈牙有足料。深海炸龍鬚嘅炸粉好薄身，入面保留到魷魚嘅煙韌同彈牙感，仲有2仁波波脆拼盤，都好啱同 friend share 嘅。報告，今次嘅實驗非常成功，如果你都中意濃湯嘅話，絕對要 book mark。記住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Regather 頻道，一齊發掘更多美食啦！